新婚第3日凌晨5點半，廚房的燈已經亮到刺眼，她旋沒完全睜開眼，門外已經傳來拍門聲，重得像在催命。起身啦，仲瞓？全家等你開火。她站在廚房門口，圍裙旋沒繫好，手指有點發涼。婆婆站在客廳中央，像是早就等着這一刻，眼神掃過她的睡衣，帶着一種不加掩飾的審視。新抱就要有新抱嘅樣，唔係嚟到做大小姐。她沒回話，只是把頭髮隨手紮起。餐桌上已經坐滿人，丈夫低頭滑手機，像什麼都沒聽見。小姑在一邊打哈欠，腳旋翹在椅子上。婆婆敲了敲桌面，今日開始規矩要立，早餐你做，午餐你安排，屋企清潔都歸你。空氣停了1秒，她輕輕了一聲，這一聲太輕，輕到像是順從，也像是默認。婆婆反而更滿意了，早啲至做就唔使教你。廚房裏油煙機剛開，她已經被推着開始洗鍋，水是冷的，手碰到的一瞬間有點刺痛，她卻沒有縮回去。丈夫走進廚房，看了她一眼，你唔好搞到我媽唔開心啦，大家一家人，忍下啦。這句話說得很隨便，像是在說天氣。她停了3秒，把手上的泡沫沖乾淨，知道，但她的眼神沒有看她。早餐端上桌的時候，婆婆挑了一口粥，皺眉，太稠。她重新去煮，第2鍋出來，婆婆又說，太淡。小姑笑了一聲，新抱第1日就咁，真係唔得。丈夫終於抬頭看她一眼，語氣壓得很低，你就照我媽講做啦，唔好拗。她點頭，這一刻像什麼都順了，但未人注意到，她把廚房抽屜輕輕拉開過一次，裏面不是餐具，是一份摺疊整齊的文件。她看了一眼，又合上。上午10點，婆婆開始正式立家規。客廳裏，她站着，像被點名一樣。第一，呢間屋係我個仔嘅名，你住喺度就要守規矩。第二，唔好問錢，唔好問產權，唔好多事。第三，所有開支我說了算。丈夫在旁邊補了一句，聽到未？她抬頭看了他1秒，聽到，但這一聲比剛才清晰很多。下午她去晾衣服，陽台縫很大，樓下是整片小歐的施工聲，新樓盤旋在收尾，吊塔一架一架立着。她站了很久，手機在口袋裏震了一下，是一條訊息，沒有備註，確認你已入住目標房產群範圍，資產登記訊息可更新。她沒有回覆，只是把手機反扣在手心。晚上7點，家裏開飯，婆婆心情不錯，開始講親戚的事，講誰家媳婦不認話被趕走。丈夫笑了一聲，唔聽話就麻煩啦。所有人都笑，只有她未有笑。她低頭夾菜，動作很慢很穩。婆婆忽然看向她，你唔好以為嫁入嚟就係享福，呢度規矩比你屋企嚴。她終於開口，聲音不高，但很清楚。我明。這一句我明，像是結束，也像是開始。夜裏11點，她回到房間，分房很新，但窗簾有點歪，像是沒真正屬於任何人。丈夫躺在床上，
很快睡着。她卻沒有關燈。她從包裏拿出一份文件，翻開第一頁，上面是一串樓盤名稱，船有一個清晰的持有人簽名。她看了很久，然後輕輕合上。窗外的樓盤燈光一片一片亮起，像城市的心跳。她低聲說了一句，幾乎聽不見：原來你哋連門口都未行清楚。第二天早上，她被鬧鐘旋早醒。房間裏很安靜，安靜得像昨晚什麼都沒發生過。但她知道有些東西已經變了。床的另一邊空着，丈夫已經起身，連被子都沒有幫她掖一下。她坐起身的時候，手機屏幕亮了一下，沒有備註的號碼發來一行字：資產使用記錄已同步更新。她看了一眼，就關掉了屏幕。廚房已經有人在說話，婆婆的聲音一貫很穩。以後6點半起身，7點開火，8點前要收拾乾淨。小姑在笑，新抱第一日就瞓得咁好，以後唔使清工人啦。笑聲不大，但很刺耳。她走出去的時候，客廳已經像一個小型指揮中心，所有人的位置都是固定的，連杯子都擺得整整齋齋。她把水壺放在爐上，沒有說話。婆婆看了她一眼，記住屋企唔係你話事。她點頭，知道。但這次她的語氣比昨天更輕，像是順從，也像是在記錄。上午，丈夫第一次主動跟她說話，不是關心，是提醒。我媽習慣咁樣。你唔好同佢頂嘴，至早你佢的應。他說得很自然，像在解釋天氣變化。他沒有抬頭。這一聲之後，他似乎鬆了口氣。客廳裏電視開着，新聞播着樓市上漲的消息。婆婆聽到房價上漲4個字，嘴角明顯上揚了一下。我話咩？買樓就要趁早。小姑立刻接話：我哥好醒，呢間屋買得正。丈夫點頭，沒否認。他在廚房切水果，都落得很穩。刀鋒劃過蘋果的時候，他停了一瞬。那一瞬間，他想到的是另一棟樓，不是這間小戶型，而是更遠一點。臨海那片新開發勾，她沒有說出口。下午3點，婆婆忽然宣布要檢查家務執行，像一種儀式。她站在客廳中央，手裏拿着清單。第一，廚房清潔合格，她掃了一眼，一般。第二，衣物收納，她皺眉，唔整齊。第三，人手安排。她看向他，未達標。每一句話都像在給她定界。丈夫站在旁邊，沒有任何反應，只是偶爾點頭。小姑甚至在旁邊拍視頻，發俾我朋友睇下，咩叫做新抱訓練班。笑聲再次響起，她沒有抬頭，只是把抹布折好，放回原位。這一刻，她忽然很清楚一件事：這個家不是混亂的，是有裂扣的，而她被放在裂扣最底層。晚上，婆婆突然提到房子，呢間屋雖然係我個仔名，但裝修我都出咗一半。丈夫立刻補一句：係啊，媽幫咗好多。她聽着，沒有反應。婆婆繼續：所以你住喺度，要識規矩。這一句話說完，空氣短暫安靜了1秒。她終於開口：我明。但這次她停頓了一下，
不過，我想問一件事。所有人都看向她，這是她第一次主動開口。婆婆皺眉，問咩？她語氣很平。呢間屋嘅剔款邊個供？丈夫擰了一下，當然係我啦。婆婆立刻接話，當然啦，唔通係你咩？小姑笑出聲，你問呢啲做咩？你又唔使供。她點點頭，沒有繼續問，只是把碗放下，站起身。這一刻，沒有人覺得異常，只是覺得她開始識問嘢。但她離開餐桌的時候，手機在口袋裏震了一下。她走進陽台，夜風很冷，屏幕亮起，是一條新的訊息。目標資產結構確認中，關聯持有人仍未變更。她看着那行字很久，然後把手機收回去。客廳裏，電視旋在播新聞。婆婆在講誰家媳婦被趕走的故事，丈夫在笑，小姑在吃零食。這一切很正常，正常到像一張已經鋪好的網。她站在陽台，看着遠處一整片正在亮燈的新樓盤，那一片燈光很整齊，像某種等待啟動的系統。她忽然輕聲說了一句，原來你哋連規則都未睇清。說完，她轉身回屋，門關上的一瞬間，樓下施工燈同時閃了一下。第三天凌晨，她沒有再被鬧鐘叫醒，她是自然醒的。窗外旋沒亮透，城市像被一層灰色的布合住，屋裏只有冰箱輕微的運行聲。她起身的時候，丈夫旋在睡，姿勢沒變過。她沒有看他。洗手完，她走進廚房，沒有開燈，水龍頭的水有點冷。她用手接了一下，慢慢清醒。然後她打開了手機，屏幕上有幾條昨晚沒處理的訊息，最上面那條全是同一個號碼。資產列扣更新進度30%。她看完，把屏幕關掉。這一刻，她沒有任何表情，只是把手機放在桌上，然後打開冰箱，拿出一瓶水。冰涼的水入口，她的呼吸開始穩定。6點整，婆婆準時起床。門一開，聲音先到。點解廚房未開火？她從廚房走出來。我剛起。婆婆掃了她一眼，沒有多說，但那種不耐煩已經寫在臉上。以後早10分鐘。她點頭。好。這一聲好，比前2天更快。早餐像流程一樣完成，但今天她沒有立刻收拾。她第一次在飯後坐下。婆婆皺眉，你坐喺度做咩？她回答得很自然，消化一下。空氣短暫停了1秒。丈夫抬頭看她一眼，有點意外，但沒說話。小姑嗤笑了一聲。新抱開始識偷懶。她沒有回應，只是把手機放在桌面上，屏幕朝下。上午9點，她說要出門。婆婆立刻警覺。去邊？她語氣很平。買日用品。丈夫插話。快啲返嚟，唔好亂走。她點頭。出門的時候，沒有人懷疑雜魔。電梯下行的那10幾秒，她一直看着樓層數字，每一層停讀，都像一個被壓住的節點。走出小歐大門，她沒有去商場，而是走向另一條街。那裡有一間很普通的咖啡店，玻璃門很乾淨，人不多。她坐下之後，點了一杯美式，
然後打開手機。他做的第一件事是整理所有房產相關信息，第二件是把名字拆開，第三件是把時間線重新排列。他沒有依賴任何人解釋，他只是把碎片拼回原樣。屏幕上逐漸出現一個列扣：剔款嚟源、登記時間、轉名記錄、物業公司名字。每一行都很普通，但組合在一起就不普通了。他看了很久，然後把手機鎖屏。窗外有人經過，提着早餐袋，腳步很快。世界沒有變化，只有他的視覺在變化。他在咖啡店坐了1個小時，期間未有人打擾他。他只是偶爾翻一下記錄，偶爾停下嚟思考，像在拆一件已經裝好的機器。11點，他回到小歐，電梯裏遇到鄰居，對方打量他一眼。新搬嚟，他微笑，係，沒有多說。回到家，婆婆正在看電視，看到他回來，第一句話就是：買咗咩？他把袋子放下，洗潔精同米。婆婆點頭，沒有細問，但她的眼神掃了一眼袋子，確認正常。這一刻，她知道一個事實：她被監控，但監控很粗糙。下午，家裏來了人，是物業人員，說要更新住戶資料。婆婆立刻精神起來，咩資料？對方帶嚟表格，登記聯繫人確認一下。婆婆第一時間填了兒子的名字，丈夫簽了字。輪到她的時候，對方看了她一眼。你係？婆婆闖答，佢係新抱。對方點頭，沒有多問。她接過筆，停了1秒。然後簽下一個名字，很輕很快，像只是完成一個動作，未人注意他簽的內容。下午4點，他再次出門，這一次他說去買衣架。婆婆揮手，快去快返，但他沒有去超市，他去了另一棟寫字樓。電梯上升的時候，他看着玻璃反光裏的自己，臉很平靜，但眼神不一樣，像已經開始進入某個系統的後台。他在一間小辦公室門口停下，門上沒有名字。他敲了2下，裏面的人開門，看見他，沒有驚訝。你終於來了。他走進去。裏面有一張桌子，一台電腦，屏幕上是一份樓盤資料的列構圖。他坐下，沒有寒暄，只說了一句：我要完整權限。對方點頭，你本來就有。他看着屏幕，沒有說話。幾秒後，他輕聲問：如果有人一直用錯權限呢？對方沒有回答。只是把鍵盤推向他。窗外的天開始變暗，城市燈一盞一盞亮起，像某種賭技時。他輸入第一行指令的時候，手很穩，沒有猶豫。屏幕刷新，一條新的列構線展開。他看着那條線很久，然後低聲說了一句：開始了。